暖即心，陪你聽故事嘅時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叫做《休眠針》，作者謝佳琪。好啦，我哋一齊聽下呢個故事係講啲咩㗎啦。從前有一個小鎮，鎮入邊嘅人成日呢都瞓唔着㗎。鎮入邊嘅一條大街上面有3塊好大嘅電子告示牌，上面3個亮亮嘅數字呢，表示鎮入邊每晚嘅失眠人數。小學5年級嘅小飛，因為聽日呢，佢要去戶外教學啊，佢興奮到冇辦法好好咁瞓覺。蘇媽媽同蘇爸爸呢，佢朝早鬧交仲未和好啊，佢哋呢，而家都胡思亂想緊，咁所以都冇辦法好好咁瞓覺。至於海莉佢呢，因為佢努力準備緊聽日嘅期中試，所以佢都冇辦法好好咁瞓覺喎。而海莉隔籬嘅金魚，因為海莉嘅台燈太光啦，佢都瞓唔着覺啊。鎮長先生擔心最近鎮入邊嘅失眠率一直上升，而冇辦法好好咁瞓覺，於是佢想盡千方百計，希望大家夜晚都可以瞓得着。佢諗咗好多方法出嚟，例如獎勵喺屋企沖涼嘅鎮民可以每個禮拜免1日水費，又或者喺夜晚電視只係播啲冇聲嘅黑白畫面，希望大家可以無聊到瞓着。佢都推廣數羊仔啦。不過鎮長諗咗咁多方法都好啦，失眠嘅數字呢都冇下降過喎。鎮長先生繼續因為失眠率咁高嘅問題而冇解決過，佢都瞓唔着覺啊。如果嗰個亮亮嘅板超過3位數字，會唔會爆炸㗎？呢個小男孩指住新聞上面問。望住失眠嘅數字越嚟越高，鎮民開始好擔心啦。如果個數字超過999嘅時候，會發生咩事㗎？於是大家都因為擔心，越嚟越多人更加瞓唔着覺啊。大家開始舉辦分享會，交流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人好好咁瞓覺。例如綁下可以瞓到死嘅娃娃，食過期嘅蛋糕，定係養啲好高好高嘅植物好呢？聽講呢，飲花茶可以減壓噶，令人瞓得好啲。鎮長太太決定沖一壺茶，俾已經失眠咗好幾日嘅鎮長先生好好咁瞓一下覺。就喺鎮長太太準備煲水嘅時候，咕隆咕隆咕隆，成個鎮呢停咗電啦。第二日朝早，鎮長先生出門放狗嘅時候，見到街上面嘅人一樣咁人來人往，於是佢暗暗地做咗一個決定。鎮長佢呢瞓着咗啦。好啦，呢本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唔知有幾多嘅你會因為好多嘅事瞓唔着覺，又好想絞盡腦汁去諗解決嘅方法呢？希望呢本故事想話俾你聽，有陣時反而唔使刻意去諗，其實問題就已經解決咗㗎喇。好啦，今日暖暖的心，
陪你聽故事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